国际消息，咱要来关心加沙的人道危机，即嘛是愈来愈严重。他拄啊上新的消息，知影以哈冲突以来，已经有超过6万人死亡。当局讲，测试这一天至少都有40个人无命，而且这个人毋是饿死，都是去互以色列枪杀或者是崩死。 一名巴勒斯坦的民众为着要闪避枪击库伫咧涂骹，一个囡仔一个人走过去，其实迄当阵是有枪响落去，互人替伊真担心。另外一个画面是枪声响了后，枪支拍伫咧民众附近的一个土堆。这是加沙中部的人道主义基金会 （GHF） 部署的物资分配点，民众伫咧离这个据点650公尺的所在受到枪击。加沙人道基金会随时即天，因附近并无发生这种代志。有一位加沙百姓讲，即马去领物资，若毋是家己扛一袋面粉转来，就是规线人互人扛大。 جاء بشكل فظيع جدا، الشعب اللي بيموتش من الحرب هيموت من الجوع يا عم، ما فيش أكل عند الناس. 因为以色列继续实施边境限制，一个逐天毋是枵死就是被炸死的人数愈来愈多，造成传统伊斯兰总理用被捕包尸体捕无够用，变即马就用有花纹正高的毯仔来包尸体。 They kind of created a bottleneck or a traffic jam because the cargo was full to bring aid in. So Israel is not the bottleneck. 联合国讲，自5月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开始运作到今，已经有超过1000人伫咧接受援助时阵被杀害，真侪人拢是伫咧瓦郡分配点的时阵，互以色列军队射杀。随时即天有人因为伤枵加营养不良死亡，也有更加侪人是因为枪击或者是空袭死亡。加沙人道基金会是以色列加美国支持成立，负责统筹加沙粮食的分配，不过也变相封锁超过100个国际社会人道援助加人权组织入来加沙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